现在做特曼人来了，今日来除了诶，也跟人非常的贴拍行诶，像时常看个电视，每位对于艺术是因为不是会实现，伊迄一个支持咩普陀寺，咩台湾建立普陀协会嘅负责行长齐文强先生，欢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都有给印象吼，我以前喺客家电视新闻部的时间，我不是如果有机会访问到老师啊，唔嘅。做的事情咩非常贴拍，不敢。因为讲普陀寺，我用嚟技术，普陀寺係用嚟嘅專業吧。普陀寺吼，都會普陀嘅醫生，看普陀有乜嘅問題，我用嘅解決嘅問題，我用嘅專業嘅方式，但係有個專業嘅方式唔係每一個地方都共用嘅，其實每一個地方嘅實體。一個環境冇共用，材料不一樣，都冇共用，這對冇共用嘅普陀對症下藥啊，係啊，個貼拍啊，老師農會行多一條路，其實眼尾唔低，嗰種眼嚟嘅乜嘢，有按難得嘅機會，咩利用文強先生伊嘅帶嘅小物來認識。來看他是亞人都會行多按貼拍的路，那麼特別的步道上吼，我都這樣處理本人嚟睇後，對於文強先生有貼拍意義嘅物品，看他生係乜嘅一本書，哎呦，看起來真蠻有歷史呢，警女青年，28，第28期，哦，這個係校刊呢，哇！古總係主編哦，家下。我那時候念景美女中的時候，被推舉成校刊主編。哦。替白做完的一個事情。以前嘛。你係好寫。我一度被稱為文藝青年。係哦。古總本人推舉，因為我印象咩係高中嘅時節，如果本人講過文藝青年，會被推舉去做校刊。係啊。一定係對你有重要意義，然後會留到幾多？因為以前我冇做過主編嘛，嗰時節嘅時代吼，這些編輯都不是電腦列印的，剪下來，然後那個噴膠噴一噴，然後排版，然後再拿去印刷廠去印，然後最後你才會看到一本書。同更加已經冇共用誒，所以第一次做這件事情。真的是覺得是人生第一個挑戰。咁而家佢編嘅主題係乜嘅？本來吼，嗰時節人都討論嗰時節上到一個，因為嗰時節戒嚴，剛解除戒嚴。按你講起來嘅，唔怕佢有歲數就是，因為都高中嗰時節都拄好解除戒嚴沒有多久，嗰時節大家都上到來做嘛個轉體都上到。228事件，那時候還是一個禁忌，就是大家都不能講，然後我們就是因為不能講，其實我覺得高中生也是很叛逆啊，就是不能講，然後聽到好像有這麼一件事，然後我們就想說，當時其實有一種記者魂吧，就是想說那個不知道的事情，我們就把它找出來，然後寫成一個專題，然後跟學校的介紹一下有這個228事件。那時候就很天真，不知道這件事情其實很嚴重，所以我們都分工好，然後每一個人就去採訪，然後收集資料，寫成一個專題。那我們那時候就知道這件事情，越寫越知道這件事情其實很敏感，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就很天真的想說，我們不要給學校審查一定不會過，所以我們就偷偷的把那個稿件通通就已經好了以後，就請出版社幫我們打字。然後我們就要開始排版，這樣。就後來送到印刷廠最後一關的時候呢，印刷廠就把這個事情告訴了學校。哇！然後學校當然就不讓我們出啊。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其實很群情激憤。大家就想說，我們就讓他開天窗，全部讓他就是那幾頁都是白的，作為無聲的抗議。所以那時候不只是文藝青年，還是憤青這樣子。後來學校的老師就是我的導師，其實跟我討論了很久。那後來我們就想說，我們的態度軟化，就想說那個與其
印刷一堆空白的纸，那我们能不能把那个换一个专题，也是很有意义的。不一定是做228，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去了解我们景美女中的校史？做完那个专题就觉得说，其实它隐含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我们自己身处的脚下的这个土地，我们能不能有意识、有历史感的去生活，那样子的一个背景。所以那时候做这个专题的时候，其实经历过一些转变了。当时觉得惊涛骇浪，那现在回头看起来就觉得，其实也已经没有什么，就是一件过去的事情。如果更加去回溯你要他得做的事情，搞不好这个校刊有一个奠定的给意义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一定现在的我都是过去的累积嘛。但是当时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去做这件事情，而且那时候，其实我高中的时候主要是写新诗的。就是真的文艺青年。对，是写诗。但现在我已经很久不写诗了。现在变运动青年了。愤青。刚才看电影后，对于民强先生来讲，关于充有意义的物品，不是迄嘛个哦。也还贴嘞，2块。哇，这个也是有点历史哦。这个也还嘛个耶。唔对吼，今仔有老花的啊，讲唔到啊。老师都来讲也还嘛个时期的奖牌。真知太后的时间。太后的时间，国泰的是第一名，2块。第一名，永远的第2名。这个是全校运动会三铁项目。三铁。所以你还是运动健将安尼哦。其实喺读国中的时间，喺学校的篮球队。一面打球，一面都做主编啊嘞，常常翘课。也总听好搞如係风云人物。冇啦。人家國校運動。剛你上過往運動方面？有啊，因為嗰時節都上過啊，你看嘛，第1名啊，怎麼樣都是沒辦法第1名。但如果你要提保生，還是你要走運動的領域，你一定是要頂尖的。台灣頂尖的到國際還不一定有用，何況在學校只是第2名。所以就放棄這個想法。剛一開始我感覺我識字嘛，都我都大敗如第1名啊。對啊，但是我覺得第2名其實是，人家不是說那個第2名的哲學嗎？老二哲學。對，就是有很多事情不一定要爭第1那種感覺，反而是第2名你有一種比較有餘裕的，努力多一點，也許就會往前。但是你其實也還過得去，這樣子，就也不差啊。對。可能或是應該有給努力空間。更加咩還算做得啦。其實更加凶也，比如說現在做步道啊，很多人都會說，你怎麼力氣這麼大？那我就跟他說，我以前是三鐵的。有練過。對，有練過。那個我覺得年輕的時候的重量訓練，或者是這一些運動，其實它就是讓你有一個很好的那個底子。就是去像我現在要去做步道啊，那個體力啊。其實體力活呢。那個很重體力。對。所以真的高中大學都得打帶耶。一直都在運動，然後所以但是那時候也很多人都以為說我現在在做步道，以前大學一定是登山社，我說沒有，我是運動員。運動員其實就是不喜歡爬山的。對，因為運動員的那個體力消耗就已經很大了，而且訓練的時間很長，我們沒有什麼額外的興趣，還會再去什麼爬山或者是做什麼。那所以其實爬山這件事一直都不在我的清單裡面。我其實一直沒有想過我自己會去山裡面走步道。這都是大學畢業。那一條路誒。對。好，我哋就看第3項，民強先生嘅重要物品。可能黑馬蓋，也是一本。很感謝你今天又帶來有一點歷史感的東西。也個係和平洋戰，也係銀幕誒。幕誒。這個也是你規劃嘅哈。我自己很喜歡看電影，那我就每一年都覺得有一些電影其實裡面講的那個人性的刻畫，或者是戰爭受到戰爭影響的那一些人。
他们的这种处境，其实很适合去跟大众说什么叫做和平运动啊、因为和平不是投降，和平是要有公义。那所以不是说强者压迫弱者，弱者只要不求战，这样子就可以达到和平。这种其实并不是真正和平。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来办一个影展好了。对，那其实我当然不是什么这方面的专业啊，所以呢，那时候很幸运，就是遇到了那个春晖影业，现在也没有了。当时以前第4台是28台，对对对。然后他们在西门町不是有个春晖影城嘛？本来我只是要跟他谈一部影片，结果呢，后来就决定用跟春晖合作办成了和平影展。所以他们引进片子的时候，都是会帮我们去特别留意这样的影片，然后我们就把它策划成影展，然后到全国各地跟社区大学合作，到不同的地方去办影片的映后的导读。那从开始创办第1届之后，到我离职，其实都还持续的一直办着。对，到我离开也都还有，一直到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就是结束为止，其实和平影展已经变成一个，其实各个学校都很期待，每一年就会寒暑假，就是时间到了就会问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影片来巡回这样子？对。我睇片呢，如果对老师嘅高中开始我会发现慢慢可以追溯出后来为什么你会做很特别的事情，就係你其實對個後生路開始接觸嘅，韓國接觸嘅原本唔面到嘅東西，就會感覺嘅出同人哋一般，如果人哋讀書人哋佢冇同樣，咁人哋到下一堂呢，如果繼續用老師帶來嘅小物來繼續了解，老師用嚟行到普陀寺也一行嘅，人哋了解下嗰多種嚟現場，老師顯示下差。我們熱愛大自然的時候，我們想要上山下海，但是會不會這個過程，比如說瀑布道也是一樣，就是為了讓人能夠進入自然，所以我們就破壞自然去鋪水泥嗎？按你好嗎？前來做客萬年來了，今日來抽了的係台灣千里普陀協會副執行長，咩係普陀寺嘅齊明強先生。頭頭老師講到，對高中開始你嘅故事就真蠻好聽，因為對人哋一般的路其實冇乜共用。人哋三號就講到，老師怎麼會走歪到這樣？歪到步道是沒有像老師帶來同一個普陀寺啊，韓國而家做嘅事情佢有關係呢，一條物品，第一個都係一個錯冇。應該係成幾片？係成廿嘅咩？係。係廿嘅嚇。係廿嘅。廿嘅 T-shirt。係。冇啦，係廿嘅貼紙啦。錯冇？阿帕拉奇。應該。對啊。是這個嗎？廿嘅。是這個嗎？廿嘅係。係廿嘅線哦。係廿嘅線。廿嘅 T-shirt 看起來。伊能絲，廿嘅伊能物。係廿嘅線哦。係廿嘅線。廿 T-shirt 美國紅有牛頓呢，2004年。你是1年前的哦。係啊。廿嘅係唔看呢塊通啊。係。但係廿嘅嘛，看起來嘛鬼奇怪嘛，都從前面就冇乜個關係。2002年的時候，我開始爬山，開始想要買吉普車的時候，就我看到一個廣告，那個廣告就是有一台吉普車，一個廣告嘅內容都會講本來係一個尼加拉瓜大瀑布，結果很壯觀，然後一個輪子就過來，然後輪子過來，他就說在這個某某車子的輪胎底下，尼加拉瓜大瀑布只是一個小水坑。一對我都一個幾大嘅印象，我都開始想講，我們征服自然。我們說我們熱愛大自然的時候，我們想要上山下海，但是會不會這個過程，比如說瀑布道也是一樣，就是為了讓人能夠進入自然，所以我們就破壞自然去鋪水泥嗎？按你後嗎？這個時候剛好2004年就是行政院那時候推出一個政策，叫做10大高山纜車。講一條百岳，10個百岳啊，包括玉山啊、雪山啊，直接拉纜車讓你上到山頂。那所以這一系列，我們那時候就發起了一個反纜車大遊行，然後號召了一堆 NGO 就去抗議了。
然后抗议完之后，这个政策就宣布暂停。哦，然后那刚刚我从这个讲社会运动的这个脉络到这里，其实都还是有关的。但是这件衣服为什么重要呢？就是我们主张这个反对缆车的时候，行政院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好手好脚的人当然可以上山啊，可是缆车是为了让那些行动不便的人可以出门，可以去爬山，也可以欣赏高山的风景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平等，霸占山。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拜访了身障团体，就是包括残障联盟啊这些。后来就遇到了行无碍资源推广协会，他们就告诉我说，我们连出个门要去搭捷运都困难重重，那个缆车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去把我们上街头游行的团体就召集起来讨论说，我们每一个团体可不可以找到一条无障碍路线，就是带行动不便的人就去亲近自然。你会发现说，自然不需远求，其实不用跑到玉山啊，你在出门的一个家山，一个小绿山，你就可以发现很多的自然环境。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机会就让身障者可以出门？所以跟史杰都可是牵手无碍亲近自然，就是这一件衣服上面，他们写的 NGO 协力让心无障碍。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身障者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是脊髓损伤，有些人是小儿麻痹，先天的、后天的，那他需要什么样的辅助？他们遇到的障碍是什么？除了硬体，软体又是什么？所以就是我又发挥了一个研究精神，又跳下去这样，而且是我们不是抗议一件事情，我们要想出替代方案。不能只有说什么事情不好啊。对，那如果我们不要这个，我们应该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是从自己开始的，不是手指着别人，是要求自己。所以这个我们持续了大概有2-3年。每一年都是办这个带身障的朋友出去户外。从那个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感动，就是你会看到说他们其实要的不多，他其实只要看到一个萤火虫，他就感动得不得了。那个经验对我们来说可能很普通，可是对他们来说那是很大的突破。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就是我开始从抗议变成是行动者，变成是我们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是提出问题而已。我起码一个是迄运动员，冇上过去白山呢，结果去白山呢，又变啊做安尼嘅事情，又因为糊涂唔看到，总会变做空谷里红毛奶那种。古说咱有业嘅，係咪？你有想去分享嗰度？因為嗰時就都會講，俺人不要纜車嘛。但是步道還是一直在蓋啊。那步道要怎麼辦？那我們那時候就被邀請去參加一些會議，國家就會問我們說，林務局那時候在推國家步道，他就說，我們也很覺得不要用水泥啊，可是大眾都喜歡水泥啊，或者是說，那個水泥步道比較耐用啊，那不然你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又來了，對不對？就是我就不是這個專業啊，所以那我又要想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嗰時就想我就去網絡找資料。其實嗰時就冇乜嘅資料，都冇乜嘅東西同人講咯，因為很多嘅資料都會講也係碎石啊，還是什麼比較透水的啊，不要用水泥木棧道啊。看到幾多嘅資料都會想講，嗰種某一個夠好嘅方法，所以就查那個國外。全世界不是只有台灣有步道吧？大家都有步道啊，那別的國家怎麼做？都那時候開始也都發現那個美國的阿帕拉契山徑。然後我那時候查了一下中文資料的時候，知道說，就是有一本書叫做《別跟山過不去》，是比爾布萊森寫的。他就說，阿帕拉契是地球上最偉大的，完全都是以義工來完成的世界奇蹟，然後很自然這樣，而且它也裡面那本書還有一個謎團，就是說
这条步道每一年都在浮动，浮动的意思，嘛个意思哦，就个时节就说哦，刚才落去美国喷，但是目前啊，哦，又都在读书啊，哦，就个时读好都哈比菲有一个逐梦计划，我就通过了，所以就拿着那笔钱去了美国3个月，去美国个时节都会冲下个贴纸上面，就是哦，原来刚刚讲的那个这个步道是完全由义工，他们没有发包工程，他完全都是这个志工，每一年的5月到10月的每一个礼拜都在做步道的维护。哦。然后维护完之后，他就是用这个贴纸上面那些工具，有 Playski 啊，有这个就是 Playski， 这个工具非常特别，这个工具台湾没有，它是一边是斧头，一边是锄头。哦，然后它是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叫做 Playski。哦，对，它是范明呢？以范明跟因为迷棍哈，他们那种拓荒精神，都会讲，自己制造工具，然后上山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带一支工具含带很多功能，所以他就把好多个功能结合在一个工具上。瑞士刀会改，但瑞士刀很多把，它一把就好了。所以给时间都提迷棍，有个学习做步道安呢。归了一个时间都有一个很全新的，就是好像被打开了一个视线这样。原来全世界大家都没有在发包工程。然后呢，原来那个步道不一定要有铺面。步道越自然越好。那为什么自然步道不会积水？原来是做了很多隐藏在这其中的功法，把水排掉了，增加了步道的透水性。那除了功法之外，原来其实是制度的问题。因为台湾哈，他把人家嘅铺头都会挖土，先挖土，要个阶腿摆啊，对呢，一阶一阶，阶高阶深都是固定的，因为那是画出来的。但是你那提吃养地不会做铺头的时间，个铺头会在土地里面长出来。拿到那个沙条，个沙条有胎有细，你都会想办法都空好嘛，然后放稳之后，你就是去，所以那个看起来就很像是从自然里面长出来的，然后人走起来就是没有感觉，你会以为这个从来都没有人为的干扰，里面顺应体型，没规格化做出来，台湾规格化都因为发土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不只是功法的问题，还要改造制度。这个又回到了我的那个这个政策研究，然后这个学术研究的专长，就开始在研究说，原来他们有一个叫做国家步道法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想说要推动立法，就又回到了那个之前法案助理的那种精神，然后所以刚好再回来的时候就。千里步道协会也是在同一年，就是我去美国的时候，千里步道协会在台湾成立。那我年底回到台湾，知道了这个协会的时候呢，就透过了荒野保护协会的推荐，就加入了千里步道。乱嘞，刚好合起来。就是你就看到人生那个有很多不起眼的岔路，黄树林那个没有走的小路，然后你去走了，就没有想到就走出了一个。就是现在的路。係啊，每一個好你嘅路係唔行嘅，當地嘅係咪唔愛嘅路呢？係嗰次嘛，咁等下都喺度呢，明強先生我帶大家設計去行步途困難嗬，咁你等下個多陣來。係路因為個愛專業，唔係講個人行路哦，人行係一個基本，但是做對事情，把事情做對，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更加提新竹嘅關係，
有一个突然古道带大家去地北看俺们之前做苏州葡萄的地方。亚给都会种子塞入个指标啊，这是它的 logo， 就是那个梨基山出卖的张掖的意象做的张之细路的 logo， 啊，这边就是刚刚我们进来往南山福德祠、南山大桥上南片，在最开始我们2016年来到这一条古道的时候，是这条路基本上已经被凤山溪所这个向内退，所以古道已经消失了。那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探路的时候还迷路，上上下下都找不到路。那总共我们那天大概花了超过半天的时间都在这个里面迷航。那后来2018年就是客委会的哈维 P 的种子西路跟 P8，然后都可以是天数沙期来做苏州葡萄啊，已经过好行的，差不多20分钟都可以行的。如果有机会改道，从上面走，好，这样。像这一种的话，它就是凸在这里。哦。好，这种也很容易，让人家不小心踢到，对，会摔倒。对对。像我们平常来到古道的话，就是大概一段时间会来巡一次。虽然最早的时候这条路线是已经用手作步道的方式把它改善得比较好走了，但是随着这个使用的人的增加，它的路还是需要维护管理的。好，所以像比如说刚刚说有一些随着路面的下蚀，有一些小石头突出，那社区就会跟我讨论说，那一些路况要怎么改善。原本最早的时候，在古道还找不到路的时候，其实是沿着这个溪谷很陡的方向走上来，然后那后来我们其实多次的勘察，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路线啊，然后就比较可以平缓的接到这一头。那这一段下来的这个有曲线的砌石阶梯，是我们利用这个茄东窝这一块有一个很干谷，这个干谷里面有很多的大卵石，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从干谷里面收集食材，然后搬过来，那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去挑选比较平整的面，然后把它当做踏面，然后做一个曲线上去，那两边的护坡再把它做出来。每摆来去甲做过个葡萄行业嘅路嘅时间，都几像有几来款去甲嘅路朋友，都为每去个啊，今日他甲睇下办沙条做下个葡萄嘅几度嘅画面哈，去甲嘅西路去甲站。头头分到迄民强先生带大家去到一个种子西路其中的一段，迄种子西路第一条，好手作的舞蹈安尼，给一多年前，应该是2016年。哦，有安久诶，哦，20年的呢，系啊，哦，佮唔伫迄做过的步道唔伫多条的呢，吼，怕算唔清的超过180条，超过的，应该无算，可能到年代有190条的。哇塞，嗰啲人讲呢，啊，老师好多某6个时间有讲，一年有1/3，差不多有100年，露台做步道，露台三方做不通，哇塞，啊，每一条步道要花的时间就冇共用嘛，而且其实不是做步道而已，还有调查。那做是金钱，而先去调查，去规划。系啊，实际上去做步道的时间已经系最简单的部分。哦，那迄头前前置的准备，啊，更加来向因的人有引来引导。佢度更加最开始嘅时间一年都差唔多200-300个发通，所以都几少年底步道学的课程体系，2013年出来的时候，都开始同沙奇太后都合作，
开案那个步道学的课案的。哦，后来都几多年底的，唔单止办法通，还有松科，像我们有办那个铺面调查志工，就我们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天然步道零损失，水泥步道零成长。那大家就要去调查说哪里有水泥步道，哪里有天然步道，那我们要看守步道，不要让它水泥继续成长，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元的活动，让很多人可以参加。我去设计去参加做一个葡萄，如果也要上课嘛，哈，我了解的。是做步道的人，他人到就好，开开心心去做步道，因为呢，人家已经有培养一批步道师。那步道师他们就是专业的。我们有分种子师资、实习步道师、步道师，然后我们是资深步道师嘛。那现在这个步道师的社群大概有超过100个人，所以我们每次办活动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般志工来报名，不用任何经验，然后我们有经验的志工带着他们去做。古时候太嘎就会印土苗给里面，你就是出那个体力。都报名过了。但是有一些人我们还是会筛选啊。比如讲来呢，去嘉明湖。嘉明湖很热门嘛。他家都想讲去嘉明湖，他不管3721先报名再说。其实去嘉明湖是3000公尺以上，就是爬山的能力也要好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去嘉明湖做步道不会到嘉明湖啊。就是他真的认清说我是要来做步道，不是要来玩的。只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有这个热情都可以参加，体力不是问题。因为老师头都没有讲，千里步道协会还有对阿帕拉契山径古来都2026路20年嘞。20年头都虽然枪时的工作一些，不过感觉得出，规个步道学，如规个种出来呢，如果你真的归想说，我想会把它扎根，就会我所有一切从葡萄应用来提做好的东西，你都要把它变成一个很专门的东西呢。因为那时候还不叫做手作步道，手作步道是2009年我命名的。那2007年开始我们办的就是步道志工工作假期。嗰时就强调嘅都会讲，唔好用工厂，志工来做。但是志工唔会讲几年前用嘅商用嘅做就做得嘛，唔係啊，唔看到有幾多熱心嘅人可能鋪地毯、鋪輪胎，更真實的那個廢棄物，他覺得是環保啊，回收再利用啊，都拿去的烏通風，或者是說剛過也個你個獎，所以就去種外來種，所以也都因為講可以專業。唔係講跟熱心如何，熱心係一個基本，但是做對事情，把事情做對，這個是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2013年就開始研擬了步道學的課程體系，從入門實務到實習，然後要上什麼課，有通識課、核心課、外部課程跟那個這個保育規範，就是你要有這些東西，然後再來就是步道師，那我們希望不是在畫圖，因為其實你要能夠觀察山、觀察水，然後呢做出最適合這個地方的解決方案，然後你也不是自己會做而已，你還要帶沒有經驗的人做，所以那個是一個很複合性的專業，這樣子。你就是基本上這一路走來，就是我在推動手作步道的時候，我覺得遇到了什麼問題，那我就想出一個什麼方式去解決它，然後這個方法不是無中生有，是像比如說步道學、步道師，我們是參考了美國、英國、紐西蘭、冰島他們各個國家的制度，他們的做法，然後陸陸續續協助了林務局、協助了客委會推動了那個工法手冊，就是我們反過來建立了一個專業去教工程人員怎麼樣做手作步道，
哦，对，所以慢慢的这一些过程，就是包括我们也出版了很多手作步道、手作之道这一些比较是对大众说故事的书，就是希望透过各种各样，除了我常常会开玩笑说，一手拿斧头，一手拿锄头，一手拿笔。就是我们大概每2年就要出一本书，然后就是要跟大家推广说，哦，这个步道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什么很深的面向是大家没有想过的事情。你讲到的锄头屯笔，如果老一批会讲的呢，有人如果因为锄头客家会讲狗笔，狗笔，真的、哦。也是眼的笔。然后有一些还脚条，可是他们就会说，俺没办法拿眼笔，俺会拿狗笔。有一些人就会觉得他只能拿锄头，拿钩的笔，他没办法写字。可是你讲的就很好，因为古道也用的东西，如何理论呢，还够实作哎，然后有可能很多不一样，因为感觉你真的就是滴水不漏哎，蛮个东西，如果题。就是要让人还冇方度讲法，唔会怎样，也可以怎样。因为咱可以囤工厂给骗。对，你要说比拼也对，就是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你要如何有说服力？或是如何狗笔眼笔来鼓动？等一下呢，我相信大家讲我故事过精彩，不过咁样吼，没看先上来，还可以看下说。好吃的东西，你第一位带来嘛个对有充有意义的料理，我来带下入地嘞。好，先生阿茶。我觉得同一条步道，我们每一次不同的时候去处理不同的困难，然后它都是一个很全新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广大的世界，很好玩。现在做客慢人来了，也个寄托呢，原来如果看下来是好食的嘢哦，吼，我个好奇吼，对门槛先生来讲，嘛个系对有充有意义的料理，抢出里木本眼人，看下生系嘛个，好面趴板一定爱嘅，因为老师系酸体面浓，体面浓太错嘛，系啊，唔系爸爸联络你，爸爸联络我的同乡，妈妈系面浓人，系。老师看啊，应该也唔系面浓来嘅啦，那跟住就時代會冇咁樣。冇咁樣。我說唔係感覺面濃嘅人真好食。因為面濃係面趴板嘛。那個做法，嗰種同別個素材冇咁樣啊。還有個米線嘛冇咁樣。高油啊，高油都好，豬油、油蔥酥，嗰種所以啊，喺有幾面咯，都會一定會吃面趴板，吃面趴板都講到係幾類嘅重要的儀式。剛剛係其實爸爸媽媽睇北埔錯嘛，辦事。嗰種係睇面咯，同阿婆睇嘅。嗰種係家婆屯土台。算係安尼。唔過好食面趴板係攞杯買嘅，還係家婆。攞杯買嘅，他幹嘛會做啊？那感覺試起來面濃嘅路強用，他家做嘅路強用，嘅睇嘅冇係啊，佢撇嘅地方都冇強用嘅。唔過佢嘅面濃咁好食起來，差唔多，就是面濃嘅面試啊。阿凡西都好食面趴板。剛開始從食嘅哈。阿婆做嘅時間都有幾多撇嘅東西啊，但係有個面趴板都會講，因為他家做嘅路差唔多嘛，阿婆已經冇採嘅，所以還是係多嘅都會面趴板強用嘅，其他嘅都冇強用嘅。多多老師有講其實後來講冇機會幾多面咯，不過等到係做步道嘅時間，係啊，會幾多面咯。係同那個美濃愛鄉協進會有幾多嘅合作，喺美濃已經有差唔多3-4條嘅手作步道。真件都係蠻耐做呢吼。係啊，我做步道就係耐路去安尼。嗰種你對各種嘅環境就過後適應，你都很適應。其實我是會認床的，你如果睡唔好，因為太長嗰條攞杯水，都想到一個幾好嘅方法，都會帶一個
事情呢，都盲当论眼罩盲论就所以啊，来如果嘿哦，那也蛮简单的哦。刚唔嘅爸爸妈妈伊能提供做安尼条路，他们第唔提做嘛嘅哈？第啊，一开始唔提啦，但是第了以后都感觉讲，突然都属于做安那个说，还有怪奇怪啊，都而且。听起来要做苦力，系啊，我讲一个什么人啊，唔强爱家人，其实做完那个事情哈，后来伊呢都慢慢的都比较常在电视上看到我，都慢慢的个提，都带做下个事情，起码可以，都冇在讲，都因为伊认同伊那个虚构越来越放弃，放弃没认同，系哦，好啦，以後你把佢費事啦，哦，假如你有去過唔能報道嘅現場哦，有去過冇哦，你表述本做喜歡做的事情，因為也感覺得出你的熱愛啦，吼，係啊，好像也是一個攔不住，係啊，如果只有如黑。一個是你是黑，其實有一點研究精神。好，去到美國阿帕拉契山徑去看，剛下也冇上過，下年拜會做嘢嘅呀，只是一個好奇嘛，想去研究。迄馬嘅時節，唔記得哈，馬嘅時節唔敢我講，因為也看千里步道協會底下，唔嘅介紹有寫步道是一生懸命的修行法門。你喺馬嘅時節有按你嘅想法，都係一生懸命呢？大概是在千里步道第2年、第3年吧。就開始因為周部都提台灣，提美國州嘅時節都講過講功法大概差不多，但是在台灣開始，我們到各個地方去做的時候，發現那個差異性很大。比方說像那個排灣族的石板。你可以是我團也都榮譽步道師一起學習，就開始迷上，就是你覺得你是鑽到了一個完全很特別的世界。其實我現在覺得可以跟年輕人講，就是那就像破關遊戲，就是你在打遊戲會一直要破關，然後你到一個不同的地方，那是個全新的題目。然後你又跟當地人學到了他的做法的時候，你又開始有那種匠人精神，就是你要把事情做好，然後做到那個品質。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全心投入，而且其實當我們在辦手作步道的活動的時候，我們會從參加的人身上學到很多不同的看法。教育界的或心理學界的，他們就說，其實等到他最後做了一面牆之後，他發現呢，沒有不適合的石頭，就是你其實不是要去修石頭，而是要改變你擺放它的位置。你把它放對位置以後，它就是一整面牆，看起來很漂亮這樣子。然後所以我每一次在帶不同的活動的時候，我每一次都有那種重開機的感覺，因為參加的人他們會告訴我一個他從這件事情裡面想到的一個全新的觀點，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所以我就覺得說，這件事情是可以一生慢慢做下去的，因為我到目前為止我都覺得還沒有遇到一模一樣的步道，就是他不是說人不可能踏進同一條河流2次嗎？我覺得同一條步道，我們每一次不同的時候去處理不同的困難，然後它都是一個很全新的體驗，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廣大的世界，很好玩。剛讀到過青態困難係嘛嘅做一件事情？青態困難大概2個部分啦，一個是跟政府部門，因為嗰邊用工廠個夾嘅方法，個想法，講到伊能答應，能了解，再來就會講，我同白山嘅人講，其實人哋去行路也件事情啊，會對一個環境有影響，這個事情很難，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推那個台灣步道守護啊？去年的人開始做嘅，有個係一個名站啊，I Trail，愛步道嘛 ，I Trail，台灣步道守護網，因為人去種一個葡萄嘅時間，都發現講幾多那個衝石溝，
还是树根裸露，亚看事情其实是因为人去行路，行到那个植物被踩死了，然后土壤开始流失，水一直冲刷，亚个唔要吃氧的那个现象，其实是人为的影响。有一般人会去做布拖的时候，他有把山跟人看到人拿公鸡去山地背，伊都讲人来呀，做嘛个？就讲啊，人要来做布拖，伊都讲嘛个就做布拖啊，去做栈道嘛，都讲唔要啊，人哋唔要做工厂嘅，人哋要来解决树根裸露的问题。伊都讲树根裸露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都好呀。他觉得那个树根绊倒人，就是把树根砍断都好。我觉得手作步道，它就是在处理一个人跟自然之间和平的关系。就是我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然后我可以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然后所有爬山的人都应该来做手作步道，因为我们既然是使用者，我们也应该要去成为一个保护者，我们应该成为大自然的保护者。哇，唐一伦，如黑，你是不是热情都没有消减呢？如黑因鬼某就有挫折啦。就是刚刚说我很难跟大众对话，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网站。那个网站是用公民科学家的方式，就是大家带着手机。你看到有树根裸露、有冲石沟，就帮我们回报。有这个 iTrail 之后，我们就是在每一年步道日的时候，会有一个全国公民科学家大会合。那一段时间，只要有回报，就可以得到那个徽章。然后那个徽章其实是从一个很漂亮的生态图里面，那个图是我们请生态画家陈一鸣老师画的。他就是画一条步道，可是如果你看那个图啊，你看不到步道在哪里。然后里面有躲了20几种生物在里面，那你就可以去找说，当我的步道做得很自然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人跟生态可以共享的环境。那我们就从那里面挑了一个立文石龙子，作为今年蛇年的台湾步道日的那个主题。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以后每一年都可以来收集这个徽章，这个徽章里面的动物不一样。那每一年都帮我们回报步道的问题，一起守护环境。就算你没有力气搬石头，你也可以帮我们用智慧型手机打卡。如果上金攀访呢从民众帮入来，跟他的关系。系啊。非常感谢今日美强老师分享的案例。我感觉可能香港人也种都市人。离太自然归然呢，可能都会有一点当头棒喝就会可能可以用某个方式，冇替人的中心去看太自然，可以怎么样所谓接近，非常感谢，也希望感谢，我要喺上我下禮拜可以用某個方式，嚟做普通嘛，我感覺來報名，來報名好啊，感謝老師，謝謝。我讀幾毛，20毛，好啊，可以20，雖然不是美濃送上來嘅，唔係有一些酸菜味。唔比講嗰年嚟比唔到咧，真的有嗎？我有裡面800㗎，出來啊！而冇加酸菜，就會已會有一些味，是的，或者是那個鍋子之前炒過的酸菜，然後再炒這個，都不是，不是壞掉，我知道不是壞掉。